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透早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咱直接同齐来唱圣诗，阿罗上帝。圣诗59首，上帝自然至尊无对，请起立。请坐，同心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阿罗你。顶个月11号，你号召感动阮台湾有817万的人，用阮的选票选出阮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女士。阮相信，这是你亲自为着阮台湾国所备办上赞的结果。同时，阮立法院嘛得到过半数的立法委员。这种结果，阮相信，你要通过蔡英文总统会带领，亲像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同款，带领阮台湾迈向一个独立、自主、充满平安、喜乐、领受丰盛祝福的国家。阮搁一摆献上阮深深的感谢。主啊，这个月中国的武汉病毒非常的紧，已经传遍世界各国。我要祈祷恳求你，也要为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习近平总书记来祈祷。由你赦免伊为着中国14亿的人，主，阮恳求你，施恩怜悯。迄个共产党所有不公不义的高压、极权、暴政统治，主啊，求你亲自透放习近平兄弟，互中国的人民紧紧会当过着有民主、有自由的生活。求你亲自差派，互中国有将近1亿的基督徒。主啊，求你互伊勇气来改革，来将福音传遍归中国。主啊，我要为着阮双连教会身骨病痛、心神软弱，无法度来聚会礼拜兄弟时段来祈祷，恳求主耶稣亲自医治，
医治因、帮助因，互因紧紧恢复健康、心神勇壮，转来阮双连教会做礼拜，领受你的祝福。主啊，在这个幕后的世代，主我们恳求你施恩怜悯祝福，祝福阮的双连教会，激励阮所有的会众会当认真来传福音，互阮双连教会成做台湾正教会的祝福。主啊，求你祝福阮的台湾，阮的国家嘛会当成做世界祝福。主啊，阮知阮安尼祈祷犹原是无够额，只是阮众兄弟姊妹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齐声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传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所以咱来启用，咱来掀开圣诗后面启用12篇，我来启，各位来印。诗篇46篇，启用12篇。上帝是阮躲闪的所在甲溃力，所以地虽然变迁。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好也涌，有一条河，伊的开叉是好，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在迄中间，城的确袂摇动。夜帮哗哗好。上帝出伊的声，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来啊，来看耶和华所做。伊互交战线到伫地极，斩断枪。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咱线接用敬拜继续咱的礼拜，咱先开圣诗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请起立。你
请坐。刷接圣歌队要来学老，因要学老的诗是我伫遮。感谢圣歌队用优美的声来带咱进入上帝同在内底，感谢主。咱直接掀开圣经出埃及记第3章第7到14节，请咱掀开咱头前的圣经出埃及记第3章第7到14节。上主讲：我已经看见我的子民在埃及受困毒，我已经听见因渴望挣脱奴役的嚎叫，我知因的痛苦，所以落来要对埃及人手中将因拯救出来，领因到我肥沃宽阔、老年甲美的所在。
遐是迦南人、何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比人、甲亚伯斯人徛起的所在。我的确听见我的子民的嚎叫，嘛看见埃及人怎样配音。现在我找你去埃及王遐，你去将我的子民对埃及领出来。可是摩西对上帝讲：我算什么？我怎会当到埃及王遐将以色列人领出来呢？上帝回答：我要甲你同在，你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爱伫个即个山顶敬拜我，这就是我找见你的证据。摩西讲：当我去答以色列人讲，恁祖公的上帝找我来食，因会问伊的名是啥物？迄个时我要安怎回答呢？上帝讲：我是创始成终的主宰。你去大因讲，迄位叫做创始成终的主宰，找我到恁遮来。圣经以上，愿咱领受上帝话语，照安尼行，得到上帝祝福。接着，咱来邀请本堂主任牧师蔡振罗牧师来证道。今仔日要分享的题目是《圣经人物系列》第23摩西第一讲。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看这摩西这个系列的这个讲道篇吼。牧师要大家提醒就是讲，咱过去捌讲过摩西的出世，这是伫2017年的母亲节。迄个牧师有分享到摩西的老母约基别的故事。然后咱伫2017年的8月27日。牧师嘛有用摩西故事甲大家做伙分享，所以若照理讲，咱今仔是摩西的第3讲。因为咱头前已经讲过摩西的出世，以及摩西被上帝呼召的代志。所以咱即系列的摩西讲道吼，咱会对即个上帝呼召摩西时阵所发生的代志开始。咱若了解摩西的故事，咱就知上帝予摩西一个使命，就是爱伊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当摩西接受这个使命了，伊的整个生命拢完全反转。但是咱的理解就是讲，摩西毋是一开始伊就欢喜接受上帝的呼召，接受这个使命。伊一开始伊内心有真侪犹豫。虽然要对遮开始吼，上帝对咱有呼召。咱可能有真侪理由来提示上帝的呼召。如果你若甲摩西同款，有即款的情形，我想咱要来看摩西的生命故事，来解决咱生命中间的这个问题。阮的即个呼召甲提示吼，咱会用2礼拜的时间来思考即个主题。咱今日要讲第一讲，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搁互阮伫圣殿中间，用敬虔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主，阮即时恳求你，赏赐阮有够野的聪明智慧，互阮会当详细透过你的罗卜摩西的故事来学习生命的功课。主，阮感谢你，伫伊的软弱中间，阮学习。主，你安怎引带伊？互阮伫阮家己的软弱中间，也会当上宽迎接主你互阮的呼召。所以主啊，阮恳求你即时帮助阮，互阮领受你的话语无任何阻碍，也互阮欢喜欢迎你的话进入阮的生命中间来改变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我相信咱中间有真侪人拢捌接受过上帝的呼召，咱伫理智上，还是讲伫信仰上，我相信
咱一定知影讲，当上帝呼召咱的时阵，咱应该爱用咱全生命去回应上帝的呼召。但是我相信，真侪人伫接受上帝呼召的时阵，拢有真侪家己的立场、家己的想法、家己的考量。真侪人拢有体示的经验。咱看起伫圣经中间，摩西面对上帝呼召，上帝爱伊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阵，伊嘛捌用真侪理由来对上帝体示。其实咱若徛踮伫摩西的角度来看，徛踮伫摩西的立场来看，其实伊这体示应该若徛伫人的眼光，若徛伫人的软弱来看，应该是情有可原啊！讲会当原谅啊，因为这是有会当提示有真侪原因啦。咱来看有啥物款的原因？第一项就是讲上帝这个呼召，上帝交代伊的代志困难度真悬。对客观的条件来看，这件代志非常困难。所以摩西会提示是毋是无原因呢？咱来理解，上帝是爱伊去找埃及的法老，就是埃及王，然后对埃及王要求讲，要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咱来理解当时阵埃及是世界的大国，以色列百姓是埃及人的奴隶，所以要要求一个当时阵应该是世界上有权力的王，放弃伊的权力，将这奴才拢带出去。你想对摩西的立场来看，这敢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当然是啊。摩西伊是啥物款的人？伊是一个被放逐家己去旷野内底流浪的一个牧者，要叫伊完成这件代志，对伊来讲困难度太悬了。第二项，伊信心嘛不足，因为咱来理解上帝呼召摩西的这个时刻咱拄则咧读这段经文，这个时刻，摩西当时较第一遍拄着上帝，所以对上帝的认捌有限嘛。伊无看见着上帝的大权能嘛，所以要接受上帝呼召，显然伊家己的信心不足。这咱会当理解。当咱打捌一个朋友，咱无可能完全的一下完全的相信伊嘛，咱一定爱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咱才会知影讲这个朋友敢值得咱信任。所以上帝当拄着摩西，摩西当认捌上帝。所以，伊对上帝一点嘛无理解，所以伊对上帝无法度有十足的信心嘛，所以信心不足嘛。第三项，咱对摩西甲上帝中间的对话中间，咱来发现，摩西实在考虑真济所以伊考虑太济，直到落尾连信心嘛无咱对伊提示的理由遐尼济摩西应该是圣经中间受上帝呼召的人理由上介济啦咱拄则圣歌队咧吟的诗歌是讲上帝，我伫遮，请你来呼召我，请你来差遣我但是摩西有足侪理由伊拒绝上帝的呼召，因为伊考虑伤济迄个也烦恼，迄个也烦恼。当然，咱来理解讲考虑周期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因为事工的推动一定要有计划嘛。但是如果你若考虑伤济到落尾你的信心嘛无去，你就无法度做亲像咱中间可能大多数的人拢有学脚踏车的经验嘛。当然要学骑脚踏车，一定要有一寡冒险嘛。但是你若摕着这个脚踏车，你还未骑出去进前，你会想讲我若骑出去一定会跋倒我若骑出去可能叫车弄着要安怎？输可东输可西这人一世人拢学袂会啦。一定要有冒险，当然咱知影可能会拄着什么款的情形，但是如果你若无冒险，你可能一世人都学袂晓。所以考虑伤济阻碍，伊接受上帝的呼召所以对摩西甲上帝的对话中间，咱明白人的有限，人的眼光会感觉这件代志难度真悬，咱的信心不足，
会考虑伤济。但是，咱袂当否认上帝有极大的权柄。如果咱若对上帝有信心，咱来理解一点：如果是上帝有要成就的代志，检测对人的眼光看起来真困难，咱的信心不足，咱会考虑真济。但是在上帝无难成的代志。咱面对侍奉的代志，面对上帝来的呼召，咱可能有家己的考量，可能会家己讲啊，我无办法去面对即款的呼召，即款的事工。咱想要提示的时阵，咱来对摩西的生命的故事来学习，因为咱看见着圣经中间用上帝理由提示上帝的工作，就是摩西。所以你会当用的理由，摩西拢替你用过啊。但是上帝拢一一来回答伊。所以咱要用2礼拜的时间来看摩西用什么款的理由去提示上帝安怎去回应伊，安怎去回答伊。第一项，咱来看摩西伊第一个理由伊讲我算啥物？我算啥物？咱对遮所读的经文讲，摩西对上帝讲：我算啥物？我怎样会当到埃及王遐去，将以色列人带出来？咱来理解摩西伊成长的背景。其实咱拢读过摩西的故事。摩西这个时刻伊是啥物？伊是流浪去到旷野内底咧牧羊的人，所以伊轻看家己啊。流浪的生活，互伊灰心丧志。伊看轻家己，伊感觉根本都无资格去见埃及王。这是自卑感的作用啊！伊有一个强烈的自卑感。为什么？因为伫摩西的生命中间有拄到真济代志，这代志影响，互伊自卑感真重。第一项，伊无人认同。咱知影一个人若袂当叫别人肯定，袂当叫别人认同即种人伊会产生自卑感。一个囡仔你若无来肯定你拢不是来否定，伊到尾仔就无信心去，甚至家己对家己拢否定，拢袂当肯定。摩西就是即款的人。摩西咱知影伊的故事，伊是希伯来人，伊出世的时阵原本是爱去用气杀的，但是伊老母疼伊，所以将伊保存落来。佫伫上帝安排下面，互伊有机会互埃及的公主来收养做养子。所以伊是希伯来人，但是却伫埃及的皇宫来大汉。因为伊伫要进入埃及的皇宫进前，伊有互伊的老母照顾，所以其实摩西知影伊本身是希伯来人，所以伊对希伯来同胞是特别关心啦。伊想要去认同希伯来同胞，但是咱看见着，伊嘛互伊的同胞拒绝的。为什么？咱看这个故事咱来看咱对遮所读的经文的头前的故事，咱就知影，摩西大汉了，伫埃及的皇宫大汉了。伊常常出去看伊的希伯来同胞，知影伊的希伯来同胞受到埃及人真大的欺负，叫伊困住，叫伊压迫，所以伊心中嘛有一个想法，讲我是希伯来人，我应该爱帮助这希伯来同胞。有一遍伊就是看见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一个希伯来同胞。咱看现在中文也不讲一个埃及人杀了一个希伯来同胞，所以伊就真生气。伊就看四围无人的时阵伊就将这埃及人来杀死，将这尸体来带伫这个土沙内底。伊想讲安拢无人知。第二天，伊佫去到这个希伯来同胞遐，叫伊这个时阵看到2个伊的同胞咧冤家，所以伊就出来主持公道啦。伊就对迄个较理亏的人讲：你为虾米要欺负家己的同胞？迄个人竟然来回答讲啥物人派你来做阮的首领，做阮的法官？你杀是迄个埃及人，今仔日嘛要杀我吗？摩西听了这个话心内就惊吓。伊讲大家一定知影我这个代志，所以伊后来法老要杀伊就逃走对伊皇宫逃走出来，去到米甸的旷野内底做牧者。咱说摩西心中一定有一个想法，伊讲我认为。我出来是为着我的同胞主持公道，
打抱不平。结果安怎？我嘛无法度受到我的同胞的肯定甲认同，我算啥物？所以这时阵，伊的心智一定感觉讲我是真自卑，我到底算啥物？这是伊第一个经验。咱来看，伊成长的过程中间虽然圣经中间无说明了真清楚，但是咱知影伊一定是生活伫迄个比较的中间。伊做埃及的公主的养主，毋是伊亲生的囝。咱在宫中可能有甲伊上款年纪的即个王子，因是彼此竞争的。所以伫即个比较的下面，当然伊是较弱势，伊毋是，伊可能伊是希伯来人，生做甲埃及人都无相共，所以自然而然伊会向排斥。咱看一个人若成长的过程中间，不是活点伫别人比较逐工输的时阵伊心中会产生迄个自卑感。这是摩西所拄着的情形。第三项情形，伊拄着生命中真大的失败，这是伊产生自卑感上界大的原因。伊人生拄着真大的失败嘛，伊无法度对这失败中间去行出来，所以家己放逐家己流浪到旷野去，对繁华的风光、一切应有尽有的这生活中间，走去到迄个啥货拢无的旷野。所以这时阵伊伫人伫旷野中间，伊心嘛伫旷野中间。伊款自卑感，迄款对家己的否定，深深影响着伊的心。摩西就是即款的情形中间被上帝呼召。所以上帝要求伊去见埃及王，去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阵，伊对上帝讲：“我算啥物？”伊家己对家己的看法中间，伊只是一个互人看袂起、自我放逐的罪犯尔。我算啥物？我算啥物？所以对上帝的回答就是安尼。亲爱兄弟姊妹，其实咱有时阵咱嘛会安尼啦。有时阵咱接受着上帝一个呼召，咱参与着一个啥物款的事工，咱会讲拜托我算啥物？即件代志较有可能轮到我。怎有可能是我呢？上帝较会使用我即款软弱的人。咱来看当你若有即个款的感觉的时阵，咱来看上帝安怎回答摩西。上帝对伊讲啦，上帝回答讲：“我要甲你同在，我要甲你同在。”咱来理解一点就是讲摩西否定家己、怀疑家己的时阵，上帝来讲。我的确甲你同在，我要甲你三甲地地。其实咱来理解来讲，怀疑家己的呼召，怀疑上帝对咱的呼召，其实是怀疑上帝。摩西无明白，伊只是上帝的器具，是上帝的奴仆。上帝要使用伊来完成某一寡代志，实际上是上帝家己的成就了。咱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尔啦。上帝若要成就这件代志，伊自然而然会当使用咱来完成嘛。所以兄弟姊妹，咱嘛同款。有时阵，咱真惊上帝呼召咱去参与的代志太重的、太济，超越过咱能力所会当负荷的。但是，咱忽略咱所做的是上帝的工作。如果是上帝定义要完成的，伊的确甲咱三甲地地。互咱气力来完成这件代志，所以咱得爱放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毋通讲我算啥物，我算啥物。所以这是摩西的第一个理由，上帝用一个正面的回答，我要甲你同在，来回应摩西对伊的邀议。第二项，摩西佫找第二个理由，摩西上爱找理由啦。咱一礼拜讲袂了，咱来讲2礼拜第二项，伊讲我是为虾米人做的？所以讲，当我去甲以色列百姓讲，恁的祖先的上帝找我来遮，因会问我讲，伊的名是虾米？迄个时阵我应该安怎回答？因为摩西已经有头前一遍的经验，伊要主持公道的时阵，人来讲你啥物人派你来做阮的审判官？
啥物人来派你来替阮主持公道？所以有经过即款的伤害伊真惊吓，所以他问上帝讲：啊若以色列百姓问我讲，啥物人派我来？我要安怎回答？其实摩西意思是讲，我连你我拢无明白啦。我怎样会通清清彩彩接受你的呼召，去做遮尔大的代志？迄个时阵，我拄则有讲过，摩西迄个时阵才第一遍拄着上帝，所以对上帝的明白一点仔嘛不足。怎样有信心去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这人讲有时阵其实咱会对上帝的呼召的体示，毋是简单咱对上帝同在咱无信心，实际上是咱对上帝的本质甲大能嘛无够了解。所以摩西自然而然有即款的问题，咱嘛会讲上帝啊，你为什么要派我？我是为什么人来做这个代志？咱看上帝安怎回答伊。上帝讲：我是创始成终、创始成终的主宰。这个字真歹翻译啦，牧师顶会有小可说明。咱若看和合本的圣经是讲，我是自有应有。咱台语的圣经翻译做我是自然而然的。这字的翻译应该是安尼讲啦，意思是讲。上帝是家己存在，毋是因为其他的条件较存在。伊毋是被创造的，上帝是自然而然存在，永远伫地，永远存在，无受任何条件变迁的影响存在。所以买当安尼翻译啊，就是讲，上帝讲我就是万物的开始者创造的，也是万物的结束。我是掌管这个历史。一切拢是我所掌管的，这是对摩西讲的第一点，是讲我是一个有大权能的上帝。你去答以色列百姓讲，我是一个有大权能的上帝，我是创始成终的上帝，我掌管一切。但是咱来理解更较重要是后壁这句。对以色列人来讲伊继续讲，我是耶和华。是因祖先的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所以第一点，伊是来讲，我是一个万权能的上帝，是世界的主宰。但是第二点，伊是来讲，我是甲恁有关系的上帝，我是听恁的上帝，我是迄个守迄个过去甲恁的祖先亚伯拉罕约定的上帝。所以这就变成啦，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大权能的上帝。而且甲咱有关系的上帝，这点对一些百姓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对上帝来讲，我就是已经甲亚伯拉罕立约，要互伊的子孙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遐尼济的上帝。所以我要互以色列百姓伫遮受苦，我已经听见着因受苦的哀声，所以我差遣摩西要引带以色列百姓出来。所以上帝亲自介绍伊家己，但摩西讲两点：我就是一个有权能、大权能的上帝，而且我也是听伊的百姓的上帝。所以咱看见着，摩西虽然讲对这个差遣伊要去拯救以色列百姓的上帝无完全了解，伊心中犹原有真侪忧愁、真侪烦恼、真侪理由，但是咱看。咱对事后来看，当摩西回应上帝呼召了，上帝互伊经历过上帝的大权能，嘛经历上帝对于百姓的疼心，所以伊就对上帝哪有信心，到落尾伊完成上帝交代伊的工作，而且所以引带以色列百姓脱离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掌权的一个以色列人的国父。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对摩西的故事中间来看，虽然咱接受上帝呼召，会有真侪忧愁，会有真侪提示，但是如果咱若愿意用咱的生命去回应的时阵，上帝就互你经历，伊是一个创始成终的主宰，是听咱的天父。只要咱愿意接受伊的呼召，咱的生命会亲像摩西同款，完全改变。对一个旷野的牧者，
变成做一个国家的国父。咱今仔先看摩西头前两个理由啦，吼。后一遍，咱要继续来看即个问题，吼。愿上帝亲自赐福互咱，互咱拢会当用咱的信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感谢你亲自竞选阮，成做你的囝儿甲查某囝，也互阮有福分参与伫你的圣工中间。主啊，阮面对着你对阮的呼召，对阮的邀请，阮常常啊因为家己的软弱，你教阮体示，恳求主你改变阮，帮助阮，互阮伫即个回应你呼召的过程中间，搁一遍享受甲你同在的美好，搁一遍去体验着你是创始成长的上帝，是疼阮的天父，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线接，咱要来唱圣诗，咱掀开周报第4页，咱要来唱新的圣诗173首，恳求永活主信神，请起立。真济伫线接要奉献，要伫奉献的大声，我代表教会欢迎你。若是第一摆来阮教会的兄姐阮欢迎你。座位前有迄个留名卡，麻烦你将你的资料写落来，互阮来欢迎你。期待双连教会成做你属灵的家，将迄个留名卡放伫个收奉献的指示的袋仔内底。咱直接开始奉献。
那起立，三个来祈祷。即生的爸上帝，主，阮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阮感谢你，阮感谢你，互阮台湾有一流的医护人员伫第一线保守照顾阮台湾即个美丽所在，互阮对武汉病毒开始甲打，阮会当享受到你所享受迄个深深的平安。阮安尼来献上感谢。主啊，阮礼拜经过的过程当中，阮深深体会你的临在。伫遮，阮献上阮的担保，期待上帝你亲自用遮的财米，成做教会传福音、建造门徒好的利用。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线接我来报告，咱请掀开周报第5页。本周特别事工2月22甲23，屏牧师甲牧师娘要带领青少年牧区的青少年甲社青甲家庭拢总56人，要去东升山林举行青少年牧师的宴会。愿上帝祝福保守。2月23小组照常举行。第二，本教会因应武汉病毒疫情的相关措施，咱家己来看吼。线接集体关怀。第一，恭喜本会会友练庆为黄玉凡伉俪伫个正月21生一个囝。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全家。第二，恭喜本会会友廖庆龙、刘秀玲伉俪伫个2月7、8生一个囝。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规家。第三，恭喜本会会友罗子仁、陈英熙伉俪伫个2月13生一个查某囝。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规家。第四，本会会友苏慧珍姊妹的爸爸苏庆赞兄弟，伫个2月7安孝主怀，定伫个2月21。即礼拜5下晡1点，伫个台北市中华路1段144号真道教会5楼会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搁加一个本会会友罗氏慧华。牧师妈就是咱罗鲁宾牧师的妈妈，伫个2月6安孝主怀，定伫个2月29后礼拜6下晡1点，伫个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2段24号的后栋，就是台北林良堂爱林楼3楼举行追思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报告以上，咱线接请咱卓牧师来欢迎来宾，谢谢。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来介绍今仔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的这贵宾，这有一位这梁牧理医师梁牧理医师，在遮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牧师要大家补充报告就是讲咱即马这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未消退进前，咱教会每一遍的聚会拢有一寡措施请大家会当配合。拢记载伫这周报的第5页
这虽然有一寡无方便，但是为了互大家聚会当安心，所以请大家当来合作来配合。咱这过程中间有真济无论是教会或者是团契小组的活动拢暂停或者是延期这牧师要大家提醒就是讲咱伫这过程中间，有咱常常用这个咱的电话也是讲通讯软体，互相来关心啦伫大家做伙共同合作咱会当真紧会当度过这个时期佫有一项就是讲，请咱来继续替这第一线咧防疫者的人员来祈祷也恳求上帝伫这过程中间掌管，互咱赶紧度过这款非常的时期伫这过程中间，如果你若特别需要牧师或者是咱的中级同工祈祷服侍咱会当用电话甲咱的教会牧师来联络这是牧师给大家提醒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来到圣殿中间来敬拜你，来服侍你。阮求主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激励阮、帮助阮，互阮心中充满对你来的平安，也让照你的话去行，来领受福气，也互别人得到祝福。主啊，阮恳求你伫这个非常时期中间，保守看顾阮的心，互阮虽望知影家己软弱，但是我靠教育能力的上帝来超越过阮人生中间的困境。阮特别将阮的新朋友梁木尼医生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伊，互伊出入拢得到平安，也互伊伫服侍中间充满快乐，透过伊手所做的工来荣光上帝，互人得到利益。阮也将教会中间所有的兄弟姊妹，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有忧伤的，你亲自安慰；有喜乐的，你互阮学习伫喜乐中间献上阮的感谢。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上营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上营煞，请蔡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咧，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下温，恭受差遣。